是我今天知道有人包游览车下来啊，好，还有我们台中在地的，对不对？住潭子在地的在哪里？我们白天有来，回去吃个饭，再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，就是准备来聆听我们今天最后这个压轴的歌手。大家都知道，他在我们的心中就是金曲歌王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最重要的是，他很孝顺又很贴心，对不对？我们来欢迎小凯许富凯。谢谢。首歌好，你想要唱什么歌？不是因为都你啦。来，我们要把那个歌名讲出去，我们的音控师要给它放下去，这样子，我们有点像现场点歌的感觉，这样子。好，我要先夸，我不是夸奖，你要先讲一下那个对吴老师哦，吴志宁老师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在后台听他的歌的时候，我脑海中好多画面要跑出来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今年想要发台语老歌专辑嘛，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他给我很多 idea 在脑海里面，对，短短的2首歌，可是我有很多的想法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哇，哎，会不会有机会还可以促成你们的合作 ？Maybe。而且你知道他写很多都是把他们，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田园诗人爸爸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会把一些文学作品啊，把它放在他的创作当中。他刚刚讲一句话，做产的人工比较不会出头天。对，做产的。上讲诶，我阿公阿嬷。好像是进产哎，对呀，对，真的耶。对啊，而且我听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，青农。对啊，其实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职业。对，而且现在我们现场就有青农啊，对不对？哈，青农举起他的手，青农在摆摊位。好，我们现场其实有很多青农，他们其实返乡，然后怎么样去发挥他们新的这个思维，然后把这个农特产品推广出去，这都是大家的创意。这个很重要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大家等你等这么久了，我们先来听你唱一首歌，再来访问，好不好？好，带来这首歌是《听你的心》。掌声加尖叫！虽然现在民视8点档下档了，但是你们应该都会唱了吧？好，麻烦唱大声一点。天的星，害着偌多人的约定，变成路程，就这条路叫做人生。你陪我讲心情，你陪我看风景，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。甜甜的话，听过偌多人的情话，有因有亏，像世间人变化足多。若伸手想要摕，定定不是你的，颠倒脚踏实地，幸福才开花。行过运命，你伴袂孤单，咱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拆袂开的形影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真情，都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。今天呢，有我们大千电台的所有的 DJ 们很辛苦，我们给他们掌声好不好？遇到好多熟面孔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很好，就是要把那个手机里面的那个手电筒打开，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星空。
行过阮命，你伴袂孤单，咱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拆袂开的形影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。原来上天的感情是两人算孤同心，原来上水的酸甜是经过酸涩才换来的坚定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都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。这首歌啊，也是我们代表大千电台所有的同仁想要跟你说的一句话，就是“天力爱你心”。哎，他真的好，真的很贴心哎，对不对？刚才上台还跟我们说哇，我们今天大千的同仁辛苦了，这样。啊，是啊。我刚刚在旁边跟我们经纪人说，好感动哦。而且我每次来台中宣传唱片的时候，是大千电台是必去的，所以呢，我们7年了。对。都不间断呢，都没有间断。我记得我之后也不会有7年之痒这件事情，完全不会有。真的，我永远都记得他第一次，就是你第一次发专辑唱片，我们在苗栗的那个通霄海水浴场的晚会。是。永远都记得第一次在那边跟你做访问，然后你第一次首唱给现场的朋友们听歌的那个感觉，然后到现在，我这几天，因为我3月31号要在台中的中山堂办让歌延续的音乐会，对，那因为我昨天终于把歌单都拟定好了，真的吗？然后呢，对，这几天就一直在听自己的以前的作品，有时候会想说，天哪，这个怎么会是许富凯唱的？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知道，渐渐也迈入3字头了，是。然后呢，想说啊，以前的声音还真的很稚嫩。对，有时候听到还会起鸡皮疙瘩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希望呢，是3月31号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现场听我唱歌。对，因为呢，我准备了很多不一样的歌单跟好期待！买票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票在他手上哎，真的是。等你藏好，藏好！哎，赶快去抢！阿次，赶快去抢！它跟现金一样，好，我们不露白，非常重要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们还要加给大家。大家现在如果说还没有买票的朋友，赶快去抢，因为我还有少少的一些票。对，所以要赶快去抢这个票，因为3月30应该是这个系列演唱会最后一场。最后一场了，对。然后呢，也里头呢也会唱很多经典的歌曲，然后自己。这7年来的一些作品的歌，哇塞，我觉得好经典的感觉哈，就可以听到很多小凯的歌声。好，来，小凯呢，今天来到我们这个马铃薯节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摇滚马铃薯这样，你平常吃马铃薯吗？吃啊，真的。我最爱吃那个马铃薯沙拉。马铃薯沙拉，这对于我们来讲，减肥的人非常的好。你减肥？你在阿志的面前说你要减肥？他也瘦啦，他也瘦啦。哎，真的耶！哎，他做生酮做的还不错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办演唱会？因为我每次去他的节目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来当我的嘉宾？”我跟你说，他的演唱会，比如说2个小时，然后他就邀请4个歌手嘉宾来，然后他都不用唱了。
这么好赚啊？这样了解吗？然后他还跟我说，那我做演唱会你要出资多少钱这样子？我说好，2万。2万不错了。2万可以吗？真的 OK 啊，他说你知道吗 OK 啊。这就是很好，在甜牛香，你知道不？慢慢的增加，这边募资2万，然后另外再募资这样子。你今天应该要带什么随缘桶来的啊？对，我们就放在前面。今天我们的花花这么多，是不是爱屋及乌？他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哦，穿红色衣服圆圆的这一个，圆圆的这个，你后面那一句。长得像马铃薯的这个圆圆的，他叫阿志，他也是那个大千电台我们电台的里头的晚上的主持人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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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的那个。你为什么看到他好像突然不知道怎么接下去的感觉？因为我每次去他的电台去他的节目呢，我觉得我都会变成不像许富凯，就是整个都变了。他会把另外一个人的人格人格分裂，就把另外一个黑暗面的许富凯调出来这样子。但我也很 OK 啊，我也很喜欢。真的。对，就是有多面向的感觉。是的，是的 OK， 谢谢。好啦，等那个阿志的演唱会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通知你。一定要啊！对对对，记得2万块哈。然后记得半小时啊。你们只要有你，他们就会来吧，我觉得。但听完你之后就先走了。我跟你讲，就办在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停了这样子。连续明后天还有。明天还有一场。礼拜1啦。直接在这里办这样子吗？都舞台搭好了。哦，所以主持人也有现成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 Stacy 啊也可以啊。对啊。是不是？好棒啊！面子，对啊。是不是？好啦。我们今天干嘛一直捧他？不是说小凯真的，你刚从日本玩回来。对。要陪爸妈去玩，陪爸妈去玩这样子哈，玩得很开心。然后妈妈又刚过生日，还有买金项链给妈妈，就整个就是非常孝顺这样。不是啦，不小心妈妈说你若要送那会增值的物件。哦。对，那因为以前可能小时候在读书的过程，那时候呢可能家里有一些急用，是。对，妈妈就把她的金饰拿去给我当学费、典当之类的。对，那我想说她以前所拿去典当的那些金饰，我要再把它补回来给她这样子。所以就很像板凳，你知道吗？爱回礼的那一种感觉。对，所以呢，现在金价又很贵。OK， 做得到。其实 OK 可以。希望大家呢记得一定要孝顺，好吗？真的，你看好贴心哦，你就是这样，大家才爱你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今天讲到这个，讲到妈妈嘛，我觉得有一首歌啊，其实很适合，因为它就是你知道，从年轻，然后一直到每个不同阶段，又有不同的一些目标、想法，要去努力付出为家庭。刚刚吴老师的，吴老师也讲到，他说他阿嬷是不是？对啊，也是这样年轻，然后跟健产啊，这样子一路以来，我觉得台湾女性呢都有一个很强的韧性。没错。对，我们关注有上面代际，有什么困难？家庭都是为重。没错。第一考量。对，所以呢，我接下来要唱这一首女性的歌，要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女性朋友。然后呢，不管是跟先生来的，还是自己独自来的。好不好？有，我看先生啊，先生举手。来，我们拥抱一下哈，吉娃娃爸爸来，抱一下。有的，你看。如果你愿意亲一下，当然是最好的。哇，爸爸会害羞，马上脸红他脸都红了。谢谢。太棒了。好，带来这一首《逢梦》。提棒，掌声欢迎。对，好久没唱了。是的囡仔，书包内底有满满的希望，便当红仔煮，天光佚佗到黄昏，快乐的笑容，永远拢有剩。20岁的恋爱。
对，不管天星闪烁，最后已经到头的天，变做别人的富贵。几摆花香叶落几冬，如今嘛有我一个人，破去的美梦，碎去的心愿，青春风中，谁人伫咧捕破梦？天空的美梦，念好的希望，一线一只，不望天赐圆满。的思夜梦，早暗无言，做无有缘的人。当的朋友双双，剩你同款孤单，无伴早已经习惯，牵着孤单过情关。几摆花香叶落几冬，如今嘛有我一个人，看去的美梦，碎去的心愿，青春风中，谁人伫咧捕破梦？天空的美梦，念好的希望，一段一只，不望天赐圆满。破去的美梦，碎去的心愿，青春风中，谁人伫咧捕破梦？天空的美梦，念好的希望，一线一只，不望天赐圆满。几十岁是我头梦，看到一个囡仔，几个查某人，每一个过去的你，相逢是目眶红，牵着天河的梦，手牵手，岁岁一世人。谢谢。人生的这一段旅程呢，不算太长，也不算太短。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把握当下，把握你的每一天。希望你们都很开心、很欢乐的度过你们的每一天。希望你们都幸福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是比较有年纪一点的歌曲，对，也很适合在马铃薯田地演唱。刚好提到呢，今年我很想要发台语2个专辑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慢慢唱一歌，恁以前的歌曲，恁捌听过的歌曲，台语老歌、经典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赶快哦，这恁拢足熟的，咱若会晓唱，唱较大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
是无愿意，甲伊来分离。一旦被风听散去，怕阮无了时，只好忍着伤心泪，孤单后边啊。虽然是不知我为什该留伊，也通因雨叹秋雨凄惨后归。伤心泪，大开全陪伊。可怜恋会啊，再会啊，再会啊。静静等待落水，阮是思念路困意，暗思想无讲起，免讲遐心怀疑。也像异乡的都市，路边亲像烧着水滴，因为生悲。青春男儿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。歌了，出去了，要放过他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插播一下，有没有人捡到一个粉红色的保温瓶？
有个小妹妹好急好急哦。如果你有看到的话，请帮我们送到服务台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然后今天这个活动，其实我们非常开心，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大千电台帮我们执行之外呢，也要谢谢我们今天下午呢有很多像我们这个立委啊、当地的立委啊，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好朋友啊，还有我们协会的理事长啊、农会的总干事啊，大家都来现场一起支持，才能够促成我们的活动的一个完成。今天是第一天，明天还有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钟，明天还有很多的歌手。OK， 所以我讲完了，大家好像还不想搬椅子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把它再叫出来，好不好？大声一点，再大声一点，后面安可。你今天白天去做运动，现在应该很有体力啊。不是啊？要唱个18首都 OK。等一下，唱几点？先8点5分，你要唱18首是？那我带你先下班，好不好？哦，不是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呢在这边唱的歌有点像是暖身，因为3月31号晚上你要听多少首，全部现场都有，对不对？哦，好期待，好想偷看你的歌单，你知道吗？好想知道一下吗？跟我的经纪人对完歌单之后，我们说我们真是疯了，真的太有诚意了。真的不对？我们2个就是讨论完，他说可以了，100分了，可以。我觉得好期待哦，真的好期待，台中场一定会有更不一样的演出。谢谢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们就再来一首好了。好啊，再来这一首也是我自己的创作哦，然后比较可以说摇滚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有一点点啦，轻摇滚嘛，轻摇滚蛮可爱的一首歌，然后不用讲你们都知道。大家拢知哦，虾米歌？好，我先讲一下。讲什么？因为呢，我有带来小海报要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呢，你们就坐着好吗？就不要站起来，不要往前冲。对，因为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，他们还要那个，对哈。等一下还要挡人这样，而且你们往前冲，我们底下的马铃薯会很难过。其实他们会痛。我跟电视上长得一样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对。也没有什么。本人比较帅啊。就是因为你知道活动现场，就是阿姨看到你就会很热情，想要捏你或是摸你。哦。其实你看起来真的很好捏啊。这个。你要捏看看吗？妈妈，你说什么？你要咬一口。要咬一口，不可以。马铃薯拿来啊！你看，等一下，他们都站起来了，千万不要冲动，好不好？对，安全，好不好？坐着，然后旁边的那个舞台旁边的民众，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舞台前面来，就有机会拿到海报哦。拿热狗的妹妹，小心哦。对呀，拿热狗的妹妹哈 ，OK， 面面俱到，好。所以讲这条歌，来上我的手甲烧香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一起唱手甲烧香。尖叫声。手甲烧声，我唱我的歌，请您予我一个真唱声。手甲烧声，永远拢袂孤单。你一句我一声，咱的感情永远拢袂散。这首就要很大的尖叫声在哪里？谢谢。要唱啥，要听啥，赶紧来念一首歌，唱情歌，紧来听，唱出着恁的心情，唱一句，喊一声，心情轻松真快活，唱新歌，听老歌，歌拢唱袂煞，相信来一杯酒后的心声。谢谢。欢喜来听一段爱情恰恰。唱歌，我的老爸拢那些小心，原来是迈不稳，全部走散。手甲烧声，我唱我的歌，请您予我一个真唱声。手甲烧声，有快乐心声，
你自由自在生活，听幸福的歌给了。唱啊扫声，永远拢袂孤单。你一句我一声，咱的感情永远拢袂散。斗阵来作伴。好，我叫我排的舞曲高好不好？来，1、2、3，把手借给我。 要唱啥，要听啥，赶紧来点一首歌，唱情歌，紧来听，唱出着恁的心情，唱一句话一声，心情轻松真快活，唱新歌，听老歌，好歌拢唱袂散，相信来一杯酒后的心声，欢喜来跳一段爱情恰恰。 唱歌，我的人马路马声，阮若心爱不安怎无走散？唱甲走声，我唱我的歌，请恁，给我一个热情掌声。唱甲走声，快乐心声，请恁自由自在生活，听幸福的歌。唱甲走声，永远拢袂孤单。 你一句我一声，咱的感情永远拢袂散。斗阵来作伴，来啊，一起唱啊，好不好？大声一点哦，4个字让你们唱 ，OK。唱甲走声，我唱我的歌。 请恁，给我一个热情掌声，唱甲走声，快乐心声，请恁自由自在生活，听幸福的歌，唱甲走声，永远拢袂孤单。你一句我一声，咱的感情永远拢袂散，斗阵来作伴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 小凯，谢谢。哇，唱了好几首歌，刚刚组曲里面就有很多首，很多朋友今天听得开心吗？超开心，光看到他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可以感觉到你们的开心跟快乐。这样好了，我们电台再常常播他的歌，好不好？ 都有听嘛？对，我知道哈，都有。我昨天还有哈，对嘛？我昨天才播他的歌呢，也有留言，对不对哈？谢谢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DJ 小倩小。